国家发展委员会预估，2025年台湾5个人都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，老人的人口是超过2成，真做是超高龄的社会。为着要推动长照，台北市教育局是以产学合作，提出高中长照人才培育奖助计划，会当来保障学生的就业。奶奶你好，我是你的照顾服务员连淑英。花开家少年在应付基本的照护技能，台北市技术性高中长照人才培育奖助计划学生自身展现学的物件。根据国家发展委员会推估，2025年台湾每5人都有1人是老大人，老年人口会超过2成，加做超高龄社会。来解决长照人才这么大的缺口，台北市教育局力推长照高中长照人才培育奖助计划，希望能赶紧补足人力的缺口。面对这么好的条件，我会想申请，因为大部分家庭状况都没有很好。我会想去大医院工作，帮助更多的弱势家庭还有长者。这是一个力量的加入，会让我们在长照床的运用上面呢更加的顺利。未来我们台北市民长期照护这方面，住行长照机构这方面会有很大的一个注意。产学合作模式毕业了后，能直接保障就业，也确保长照人力资源稳定增加。联合病院更提供在职进修机会，毕业生未来能调向各项管理师、医护相关专业或者是医疗器材产业来发展，结合智慧科技，开创长照医疗器材创新应用，拓展专业发展的多元可能。每学年是减免学杂费3万块，跟联医的合作，提供每人每学期奖学金新台币6万元，3年就是拿到36万，20个名额，所以最高是720万，年薪大概是45万到50万，而且还不含奖金或者是夜班费。目前台北市间的2间高中职，台南中和甲交地高职有照护服务区，总人数间的174个。教育局发出年薪上悬50万，学杂费减免，来吸引更加多少年学生愿意投入长照产业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